Hello， 大家好啊，又係我的神。今集帶大家去太子道西嘅太子餐廳，附近幾乎每一間嘅扒房呢我都拍過啦，就係爭呢間比較出名嘅未拍。太子餐廳係1997年開業，距離大概依家30年左右。講舊呢，佢就唔係好舊，但係佢嘅裝修呢就好有復古嘅感覺。如果要去嘅話呢，就喺太子站 B1 出口行過去，大概10分鐘左右。鏡頭前呢條街呢，就係太子道西，行到去162號地下呢，就到太子餐廳。好啦，喺入去食之前呢，麻煩未訂閱嘅朋友記得幫我訂閱，或者俾個 like 支持下我。記住唔好飛廣告，非常感謝。好啦，最後揀咗呢個餐啦。我自己就食牛啦，咁我老婆就食豬啦。咁我兩個餐呢都各自跟湯。我嗰個牛餐仲包埋個焗田螺。今晚其實係星期五，大概夜晚7點8點左右，大概係坐咗一半人左右。基本上每一台都唔係年青人。咁啊，我老婆嗰個洋蔥湯呢就嚟咗啦。我自己覺得個湯呢有洋蔥味嘅，只不過味精太多，似係飲緊杯麵嗰啲湯咁。而我自己跟餐嗰個湯呢，質素明顯高好多，話明係牛尾湯，當然有牛味啦，再加咗層 cream 喺上邊，令到個味道更加有層次，好過頭先碗洋蔥湯好多。坐咗成半個鐘啦，終於嚟咗個焗田螺薯蓉。田螺冇本身自己嘅味道，最主要嘅味道係嚟自蒜香牛油。我自己覺得就冇乜驚喜。我自己認為呢碟嘢嘅份量太少。就先講下佢薯仔，其實佢處理得唔錯。佢係鹽焗薯仔，但係最大問題係上碟嗰陣時係凍晒。如果佢有啲溫度，可能好好多。三文魚就係一個普通汁煮三文魚，普通到唔知俾咩評價。牛柳整到咁腍呢，其實一定有梳打粉，而佢落梳打粉嘅味道呢，係一個可接受嘅範圍之內。起碼唔會食到我非常反感。咁多間之中呢，呢間算唔差，起碼有肉味同埋有肉汁。我自己覺得我老婆嗰個豬安呢，係正過塊黑椒牛柳好多，咬落去嘅肉質呢係爽同埋有彈性，亦都有肉汁。如果再嚟食嘅話呢，我一定食豬唔食牛。最後跟餐有2個甜品啦，我試勻晒2個，味道都唔錯。紅豆涼粉會好食啲。最後埋單要502蚊，性價比就見仁見智啦。好啦，今集就嚟到呢度。未訂閱嘅朋友記得幫我訂閱，或者俾個 like 支持下我。記住唔好飛廣告。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